清香的野姜花能够拿来入菜吗？在苗栗有客家餐馆把野姜花拿来炒福菜，不但是酸酸甜甜，还多了一股花香。而这紫苏茄子也很特别，业者用客家紫苏跟茄子拌炒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就带您来品尝客家好滋味。整理食材大展身手，她是客家媳妇黄美华，老板娘管厨房，老板管厅堂，两人同心协力，让3义这间客家老店整整经营27个年头。要做鸡肉啦，过就要炒要碎件啦。很多人上门捧场，因为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客家料理，像是野姜花福菜就是招牌。我们的荷包笋黄冬有长啦，有长啊的。一朵一朵的野姜花是苗栗客庄的食材，加上客家阿婆的福菜，经过拌炒，花香、福菜香接连飘香。野姜花碰上了福菜，炒出美妙新滋味，特殊的口感令人口齿留香。这样炒的话，花香味会较重啦。加福菜吃意的就干干，香香干干这样子。福菜跟过猫和在一块儿，一样鲜味十足，配上了蛋黄，口感更是清爽。茄子削了皮是为了进锅油炸，不会太过油腻，这是他们自创的客家创意料理。炸好的茄子再用客家紫苏入菜，慢火小炒。紫苏清甜去油，起锅之后再配上自制的紫苏梅，口感也是一绝。紫苏梅是我们自己腌制的那个紫苏也是我们客家的一种特色，吃起来有一点这样甜甜酸酸的这样子。一道道客家料理上桌，不但加入客家常用的食材调味，过猫还有其他的蔬菜叶类，也都是山上爸妈自己种植的。另外鸡肉则是有机饲养的玉米鸡，配上荆棘酱，很有客家味。而饭后的甜点是天天新鲜制作的客家发糕，香 Q 上菜，要让顾客都能感受到客家的热情。那个小时候我们是要过年的时候才有，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有做这个发糕来吃。除了传承客家婆婆还有妈妈的好手艺，他们也创造许多客家新料理。黄美华把客庄食材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就像食物的魔术师。小茄子大火炸，水嫩的柔软，紫苏来帮衬，扑鼻香气中野姜花的嫩白替阿婆福菜点缀。美食魔术秀在27年的客家餐馆里天天上演感动时刻。